镜头转来到国内，过去咱接触到的艺术史，大多数拢是讲西洋中国艺术。这几当政府参民间积极推动重建台湾艺术史。但丁埔基金会为2018开始有一个计划，合作名单之后，希望找出更较侪日本时代的艺术家作品甲故事。但丁埔基金会为2018年开始进行名单之后的书写计划，针对参加过台湾美术展览会以及后来总统府美术展览会的艺术家做调查。拢总16档内底，住伫台湾的画家，当然也有日本人啦。入选的画家拢总635人，入选的作品有2080件，美术馆所有的收藏才93件。但是，阮对3年前开始研究找这些作品，到今仔日已经发现将近140件。为白纸黑字一个名，这么简单的信息，是要安怎找出这个人的故事？当初是我自开始我摕到伊的资料的时阵，敢若伊的名有一个基因，我伫网络顶管看到伊的一个祖孙，甲因阿公的作品铺伫咧因的 Facebook 顶管。画面中这位就是要入选台电甲副电李春成画家的查某孙李梅莹。李春成因为参与政治活动，惊拖累亲人，家己去日本生活。阮阿公走去日本了后，就完全拢无消无息啊。所以我就想讲，拢无人知影阮阿公，我是毋是真踮咧脸书？我若整理有一仔心得，我就逐写喺顶头。这北桃园高歌就是李春成1934年入选第8回台电的作品。这阵台湾开始注重艺术史的重建，也当咧甲时间比赛，要找出这一个名字背后的人生故事。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